欢迎收听7月23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耶利米书6章1到30节。耶利米书6章1到30节，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说到灾难就要来临了。延续着前几天的经文，上帝他的审判，他的管教要临到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在这里，今天经文一开始就说：便雅悯人啊，逃命吧，快逃出耶路撒冷！你们要在提哥亚吹号角，在伯哈基林燃起警报的烽火。大灾大难快要从北方临到了。这是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所记录下来的话。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审判会临到呢？因为上帝所要审判、所要管教的这城充满了欺压，他们的罪恶像水井不断涌出清水一样，不断的制造新的罪恶。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清楚听见这城里发出残暴毁灭的声音，看见了病痛和伤痕，可是这城里的人却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们平安就好。他们其实有平安，上帝的心意是要带来平安，可是上帝却透过耶利米说，不是，上帝的心意在这里是要管教他的儿女，管教他的子民。因为他的子民说平安平安，心里却没有真正的平安，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其实问题大条了。在这里，他们仍然像往常一样献上乳香、香料，献上这些献祭。上帝说我不喜欢，因为这些子民呢，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他们的行动满有不公义，他们让人陷入在病痛和伤痕当中。就连耶利米他在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这些人也是把它当作笑话来听。当上帝说你们要走那一条最好的路，有实质平安的路，他们却说我们不要走那条路。当上帝派他的守望者让他们听见警报的脚声，但是他们却说我们不听。所以上帝的审判即将临到这个地方。他说到会有一个民族要从北方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人说，我们听见战争的风声，手脚发软，我们非常痛苦，像产妇阵痛。我们不敢到郊外去，也不敢上街，因为到处都是武装的敌人，周围充满着恐怖。你相信吗？这是上帝的话语。在当时，对那时候环境来说，北方哪有什么强敌呀？国中有平安啊，因为这些先知和祭司都说有平安。不过上帝说这是谎言，他们是在欺诈他们的人民。这些子民已经喜欢罪恶到一个程度，是他们对罪恶不再感到羞耻，他们不再感觉这是罪恶。所以上帝在最后今天的经文说到，这些顽劣的叛徒像铜铁那样刚硬，他们到处造谣，非常腐败，即使风箱猛吹，炉火旺盛，废铁也不融化，不流动。继续考验我的子民是突然的，因为作恶的人还没有清楚，人家要把他们当渣子，因为我上主抛弃了他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很严厉的说出他对耶路撒冷、对南国犹大的心意，如同在耶利米被呼召的时候，他的使命就是要拔出、拆毁、建立、栽植。如果我们来看见这样的一个阶段性上帝的工作在他的子民当中，他要拔出、拆毁，可
可能就是在这段经文的这个阶段里面。当我们听到要拔出拆毁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会觉得，上帝是不是太严厉了一点？上帝的管教是不是太恐怖了？因为他竟然要毁灭他的子民。但是别忘了，当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不仅是现在今天的这段话语，也是长久以来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每一天的作为。在今天我们或许只是讲到拔出拆毁，我们生命中有哪些是要先进行拔出拆毁的工程呢？当然在拔出拆毁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疼痛、不舒服，甚至会造成我们生命中的一些伤害。不过这些伤害却是要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重新被建立栽植。恳求主透过今天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是他的子民，上帝不是要完全毁灭我们，而是要毁灭我们罪恶中的生命和杂质。恳求主持续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天再次的来思想自己的生命，如何拔出拆毁那些不属神的，而建立栽植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向你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这经文里面所提到那活在上帝子民里面的恩典却没有惜福的人。恳求主你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话语再次提醒，圣灵光照我们生命里面那个不属神或者是偏离神心意的事情。也恳求主你持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不仅自省，更是有活出主你真理生命的行动力。谢谢你预备我们，也在这疫情还是不太确定的状态当中，恳求主你医治台湾，赏赐台湾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意回转向你，回转向真理。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给我们5星好评。我们明天见。